里沿通路乡屯过到客家庄腔样有好山好水，其中在沿途1190巷嘅竹山村，也很多人来因有名。人因住也就四种台湾居民，平均年龄比其他乡镇各高。本人讲係松树村以外，韓國數到注意嘅係中度嘅重重嘅山泉水，經過檢驗發現非常清澈。故所路有人認為也係村民農為按松樹嘅原因。村民也過向同大家分享，故所專講來取水嘅外莊人來無停。來看車家林市比文嘅報道。顺坡嘅天然风光，重因城外讨厌嘅小景，为在高速公路顺嘅苗栗人通路乡，虽然唔係出名嘅種下地方，不過地圖實有隻水種頭，也經驗從頭本外界討論。原來呢隻劍山華水有18人附近家，按照竹山村嘅食蔬菜，長期以來用從小出名，唔但將80歲以上超過100歲，100歲以上嘅聰明工、聰明婆也出現過假界。長期呢？從一下啊累積，一下啊80歲以上呢，也差唔多100嘅，平均80到90、100嘅，差唔多樣就係300嘅上下，最有嘅成長，年年這樣是80人，也就應該今年嘅享受嘅資料我一查出來，差唔多100嘅。通路鄉竹山村呢隻會所，可以來當點錢當陪角。不過莫講嚴啲，其實呢隻會所佢調查起來係苗栗人平均嘅老人家嘅歲數最高嘅一隻會所。因為咁樣呢，根據大家嘅流傳講法係，呢位除了氣候和空氣凍好之外，主要係呢位要出產凍好嘅地下山泉水。人家沒有，人家來帶就給他。哎。哇！用百人中毒嘅人，長壽比例會特別高。前當人研究過後認為，除了中毒模糊嚴嘅侵佔空氣，就係咧幾十年來唔是聽過嘅地下用餐。要打20年呢，要水質咯，所以上市嘅東西全部200年那些沒有問題。直接都上市了。反映過我們。要做24小時呢，凍好啦，煮湯啦，吃茶，就會滾水嗬，甜熟安尼。順水安尼，熱會起來。82歲嘅阿婆，前當要真心大家啉菜，對中毒掠產水，一講起來就氣到沙皮，也難怪有啲鄉親嘅子女，就算搬出去，都喊起愛啉呢位嘅水。我新煮嘅就當我哋啱攞呀，當我哋我哋凍水。啱買咯。都新做。從新做就嚟嚟凍水哦。係啊，呢度我哋也凍水，買嘢水係甜。呢隻看起來就非常強烈嘅地下用餐，既然本地呢位嘅鄉親做得康健長壽，時間一久，外地談到嘅民眾也上菜就到呢位。差唔多當日都有3千個人當工來摘水，韓國都懊惱經驗非常甘甜。喝了大概20年了。沖條來哦。很甘甜，泡茶1級棒。當條來摘水哦。係啊。給我說，奇怪，我看飲水機旁邊的全部都是螞蟻。我說你會按誇張嘛？它自己水按甜。給我真給到是落去以後。泡茶哈，尤其喝白開水，真的是甜度非常甜啊！就像呀，真你就像螞蟻在喝那個水，可能你會覺得說很誇張，可是這是真的，一點都不誇張。唔講嘅螞蟻會怎麼樣啊？飲水機這樣搞，記住哎呀，這樣的哈，你看沒？飲水機上這不是熱的嗎？它會從這邊這樣子進爬哦。為咗安多民眾接來，從苗栗各鄉鎮從外人士就來摘水。原來根據前當間水質公司調查，竹山村一條地下產水，
老沃卡时代水比起来，唔但像 TDS 带来10个倍，用途也系普通生产水罕见，所以第3步3过后，来在水冲头来摆列了嘞。你从哪里来啊？是来做什么？我从丰原来啊，来载水，载山泉水。从丰原来哦。哇，专程啊！哎，专程来载山泉水。为什么要专程跑这么远？因为这里的水好啊，水质好。第一个，你放很久，放6个月以上不会沉淀。这里的泉水那个 ppm 只有这2.5了，别的地方都5.8，那个别的地方都5.8以上了，4.5、5.8以上，这里只有2.5。你怎么知道？我有量过啊。这么专业哦，还自己量哦。所有的山泉水我就去载过了。打好起嘅就含个饮水来饮到然后就机状崩来，这个个水质，大厂就应该都全部标准，标准了应该都验了3番本家都了解，但是本身来做，但是一般用户呢，像大家口岸安全铺年轻人嘅时代不一样。而最重要係這樣因為佢吃東西本來講，個水很好。唔但像村民自家釀過水，也都當講就來載水嘅民眾，也都為自家上去檢驗。可見竹山村嘅地下產水經過安多年嘅體驗過後，品質漸漸唔難。不過你可能前難想象，都已經唔是錢本大家在咧，也個錢村長和當日來將順經理，照顧去載水嘅愛體驗。我一種兩隻方案，一隻睇下幹嚟，一隻就係直接人要開嘅。我係咁一個招睇幹。插落去都得，唔講將個低當一當夾。將一桶35秒就能。不是啦，我當日我就經過啲咁高咩？看有人睇下載水，我哋打招呼，冇我啲又將我坐邊來，那清腔來，佢排水又排不利，排唔出，生係會疏天啊。我存錢還按摩。沒關係，我心安理得，好高，好舒服哦。準佢睇到唔怕咩？一挺準。冇啦，水乾你冇睇。怕嘛？我個水都唔是用儲嘅。人哋講按大爽，但我人地都藏唔起嘅東西啊！以前叫我聊。不論奧多拜、小火車，也都同樣當日就按樣空空來，仲黏離開。村長講看到大家都有河水好食，就係竹山村民最快樂嘅事情。所以小愛唔係在現賣，都分享來種。不過按有橋背嘅水，村民感覺冇想係拿來存錢咩？有一個人嘛個做木樹芽吼，幾個同學也嗰隻將我買下來，1000萬同人拿，我係講唔好，做唔得，因為我想本大家人隨時都來裝啊水，利益呀冇利益，各縣市嘅人嗰時候有錢嘅人，唔再去買都做得，你就做得來呀，再入水去食，子子孫孫都做得利益下去，今天嗰時候大家係愛來利益愛來。買嘅話團體變成幾家人用嘅到天天，村嘅人都用唔到咧。做唔得，買落去我就本控制的，地方人整個冇啲線，人商人佢創上好，我哋百姓可以前去點買，唔自由。唔希望限境嘅河產水，本礦產水業者做下賣氣，包含村長在內。鄉親掠到都認同掠隻決定，不過兩日總係愛擺列到在水嘅情形，但強如是挑擺技巧路獎唔拿擺本人，咁樣掠隻新大河水量較大嘅獎，又係馬上出錢嘅喏。睇緊嘢識到好，變水源冇拉咧，冇拉就你都村里幹事像個台灣人嘅百姓咧，就講村長大個冇啲事所有來，你講。佢唔使但係會睇數出地啊，多多少少，人家嘅落進來多多少少300、500、1000、18000就有，你就嚟再一次要落進嚟唔係我要求佢講，我看到佢，我出意思啫，
哦，就按照当家，要到讲出完成，哦，10个弯。有时候用到电笔吼，我就我有感受到人，我就当上我出钱出力来做较完善的。哦，按姿势，也动也就大家相处。分享同时，也就有民众愿意付出。中途也好新疆，就是遇到用水人，按到眼内用感谢的心，持有乐见来解。另外，来到嘉兴眼内，唔是照顾，请大约15公尺，拣不出来嘅用餐，其实冇大石皮，也冇跳关起来，按用规日流铁，唔会打扫咩。安尼跟流体唔会打扫，因为压水吼会自动涌泉，因为我这个就是涌泉，流下来的水唔会流到大上体，落爱去甲田去灌溉，个迄模度下辈搭秋天吼，也因我竹山村的村民给田用的草的水，唔是少。就像田内等嘅好吧，丰富嘅地下产水，也强用几年流唔会天。加半年内可能都会安用，所以冇使用时节，拣不出来嘅水，变成呢顺条农作物灌溉来淹，规只种头就像水淹体，生生不息，冉冉流畅。还按好嘅水，前可能就会竹山村冲受嘅避免。细细种头，冲命工、冲命坡就需要加界，样板上都可能系强力产水嘅关系。从了解错到第一档，今年150嘅流落回梅落下坡，谈讲就系因为非常好啉中毒嘅水。给出施压水啊，特别用卡哟，用卡专业是煮个就是，哦，但是讲村落边当然冇带点水是就是我哋的，专来生发全部是一条水，种菜咪讲就是一条土地生意来抢出来的。当好啉水啊，系，佢当好啉水，佢將佢走去行業啦，咩你寫好，啊。出去比茶，比茶过后，给就比个20块，是的，又是茶棒一张我说了，给我讲无能，给我用笔啦。河水天作做得停少，身体空间，强调温度中度难一片。了解也已經95歲嘅李日鳳妹，身體好多前難想象佢嘅年紀。平常除了鹽闊香料，包含蛇山、冷山，通體唔是個人嘅少。我用手寫，冇用寫上邊咧。好。6點咪就寫順，去個寫就寫衫啦，寫衫曬就個安尼。還有這個洗衫，這個洗哦。這個洗喏，做媽媽這個安尼，按我去北工行咪這個去。雖然按到水咧，同作實生法，平常遇到遊樂線，也就係從小通識最愉快嘅模式。但講到快樂，就做唔得冇看了解流落阿婆，一下也係95歲嘅佢，冇講嚴啲，最大樂趣。竟然係當日愛看體育台，韓國最好看盪球啊！佢主要就係看嘅盪球嘅、衝球嘅。今年就看上海，他體育台冇講嘅，今年就有咩？盪球嘅他也沒有時間先。佢就冇盪球嘅，佢就講誒，樣講咧，就咩做媽講誒，因為今年冇天時冇盪球。水、空氣都有。落嚟還係要自家興趣，消耗時間也得到滿足。不過流落阿婆留其他鄉親共用，也非常好食中毒嘅水，韓國非常堅持。攞杯水像礦泉水，佢咩冇食。唔知係一般吹料啊，唔記得帶到水，有做即必須嘅，冇可能講冇食水啊，即必須嘅。佢講迄飲料佢咩冇食，做而且帶水佢當冇食。佢做安尼習慣啊，就咩當奇怪，你食習慣嘅嘛。點前嘅客家食中頭，難得嘅優質地下產水，
沦入出嚟，也就冲受有抗天嘅欢喜之体，和村民享受同时，安东年内和自家大奖，欢迎外地民众奉献内容。竹山村两种前行分享精神，可对照冲受村安好名声，或者就是福报嘅两件事最大嘅前面。